南市北区百花街这栋大楼建案，因为屋地下工程造成周边透天厝有11户的厝体已经明显起一边。虽然建商日前紧急灌浆，防止地层下陷恶化，不过安全顾虑，市府紧急疏散住户较大。原本建设公司答应会针对住户损害赔偿，但最近协调会建商无经过住户同意，竟然修改成地动造成，让住户相当不满。立法的议员沈振东陪同前往台南地检署按铃控告建商拢无作为，已经涉嫌违反建筑事成规则，甲业务上定载不实。我们真的已经觉得被欺负到。我们必须对他提出刑事的告诉。那其实刑事的告诉我们一直都有资料，因为我们从今年的2月，我们就一直发现东西有问题，那开始申诉。所以申诉的过程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建商他都可以改正他的缺失。好，因为大量的地下水排放，甚至被我们看到有一些泥沙出来，或者是我们的房子渐渐在倾斜，然后他都一直选择隐蔽那个即时的监控数据出来。然后为了就是要自己能够加快它的速度，可以赶快把地下室开挖完成。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监控的数字的时候，真的全体的人员非常的生气，因为其实3月8号当天就应该就可以看到警示了。我们的时候那时候倾斜率已经1:118，好，就是已经是非常危险的状态了。但是他故意选择隐蔽，让市政府也都没有办法知道那个数值，所以他继续开挖。到4月3号，我们再次申诉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大概1:60几了。好，然后现在停工的那一天，我们是1:51，现在是1:42，基本上已经接近重建值1:40。那这种接近重建值的1:40，我们也只有要求他重建我们的家园回来而已，但是他不愿意，他说他只要赔我们残值。事后代表按铃控告的受灾户，因主张建商专业负担对搬迁到重建完成的安置费用以及精神赔偿。对此议员沈振东嘛讲，得出陪同应甲建商协调，建商拢无说出善意，所以伊一定会持续争取因应该有的权益。那今天呢，陪同他们来到地检署按铃申告，就是因为其实发现说，在这几次跟我们的建商来去做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无法释出善意，那也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居民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甚至说连一个短住的地方都要跟他们用以这个邻居那个友好的一个关系，而不是导致我们流离失所的一个情况而去请托，才可以得到一些权衡的一些机会。那我想是非常的惋惜，所以我们才会份额陪同的来这个陪住户来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目前受灾户除了面临无厝通住的困境，也需要甲建商拍官司，希望政府甲监督单位会当伸出援手。咱的新闻，阮是林英庚采访报道。